意间呢，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本连载小说《海鲜盛宴》，当时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应该介绍一些海鲜料理，让观众朋友来吃看看呢？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一位广播界名人文杰大哥的介绍呢，还真的是介绍了一家海鲜餐厅。不过当我跟老板接触之后呢，我才知道啊，原来老板是台南市非常有名顶港有名现在港上出名的中破塞料理哦。他非常会做的料理是古早传统米的这种料理这种米真正是拍做的。所以老板呢，在我的要求之下，我们两个讨论之后呢，决定介绍一些比较古早传统米的那个大菜观众朋友来了解。因为真侪观众朋友属于较少年款的有诶较少年的我同款你可能捌食过迄种菜我嘛捌食过迄种菜所以在老板的商讨之下呢，我们就是为大家介绍一些比较古早的料理菜而且这些料理菜金马版的你没一点假掉所以今天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你们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气了，可以看到以前传统的一些料理、一些菜色，而且今天还要特别为大家介绍的是螃蟹粥。你去澳门，你吃过水蟹粥，对不对？可是你不知道，他们这里的螃蟹粥比水蟹粥好吃太多倍了。来，今天跟着我们节目的镜头看，你就知道了。从事版的港粥已有20-30年的陈建如，待人和蔼亲切，食材用料实在新鲜，童叟无欺，为自己建立出良好的口碑，在业界久负盛名，名闻遐迩。办过的宴席数不清，就连5星级饭店的春酒都找上他。为人海派的他，为了让更多人吃到传统的秋洛菜及快炒料理，在一级美食战区开了间餐厅，开放式厨房，门口看到许多活跳跳的生猛海鲜，引进海水养殖，如此才能让海鲜维持在最佳新鲜状态。在我前面呢摆了9道料理，这些料理我都看得垂涎欲滴哇，真的是太好吃了。所以今天呢，就要请邱建成邱主厨呢来为大家做介绍。主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主厨，那9道菜呢，你要先从哪一道来为我们介绍起？第一道这个八宝布袋鱼翅鸡。鱼翅鱼翅排翅。对看起来好好吃的感觉先吃一下它的鱼翅，还有它的汤头。汤是那个。我们是用金华火腿，下去熬的，下去熬煮做汤底，融合那个鱼翅，带点胶质。好好喝排翅，我最喜欢吃的鱼翅，我告诉你，胶原蛋白很多要多吃太好了。我们不止排翅，我们那个布袋鸡里面把那个鸡肉取出那个中间的骨头，剩那个头、翅膀还有那个鸡腿，里面骨头取出来，塞一些自己用的食材在里面。我听说这个把食材塞进去，然后再绑起来，好像要2个小时是不是？有那么多吗？是准备东西的食材再去，可能就是装的时候比较费工，怕鸡皮破掉。怕鸡皮破掉，就慢慢塞。可是它又要绑的，要感觉看起来是感觉很饱满，但是你又不能没所以那个塞的过程是要很食材的料就是多塞满它，把鸡整个撑起来。那可以让我们看鸡里面有什么样的料吗？好，我现在剥鱼翅。剥开一下，
里面塞了好多料哎。主厨是不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啊？对，我们刚才除了介绍说鱼翅之外，还有鸡肉嘛。布袋鸡里面就是加了香菇，好大一块呀。猴头菇，还有黄金薯，笋子、脆笋、后腿肉，对，等食材塞满鸡的肚子里面。而且我发现你们这个东西都很大一块耶。对啊，比较有较大班，咱讲的较大地、较大班，切详细地吃不了。是。不过讲到这一道菜，应该是人家讲的什么阿夏菜哦？阿夏菜，嘿。板豆菜。古早味板豆菜。这种我没看过。真材实料。我没看过呢。现在人就是东西食材就是专做手路的，较少人做，费工嘛。是。对啊。塞东去就鸡去骨之后，又要塞东西，塞完又要熬煮汤底下去煮这一道菜，是，所以比较费工，就比较少人在做。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别于说，如果有客人需要吃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提早预定，我们帮他做。这个算个传统的菜系。大菜，阿夏菜。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看到这个黄澄澄的。应该是螃蟹嘞，螃蟹粥。螃蟹粥，讲到螃蟹粥，我就想到我去澳门吃过那个水蟹粥。那水蟹粥我觉得很贵啊，没有这么大碗，然后200多元的澳币呀。贵三三嘞，你差不多该在回零机器呢。佮无聊嘞。你捌吃过哦？捌啦。我捌吃过。澳门嘛捌吃。你感觉恁的料还有啥无共？参咱无共是加一寡蛤蟆。我看卖。蛤蟆哩啊。对。较大的这种料。虾啊，飞机。飞机。鹅啊。有鹅啊。真正呢。有虾啊。真正料够多啦。规拢料。这已经唔叫水蟹粥啊，这应叫螃蟹海鲜粥啊。蟹黄，还有自己的蟹黄，自己煮的蟹黄，比澳门吃的还好吃哎。我们的料比较多啦，就是比较新鲜的食材下去就比较鲜甜。海鲜料就是新鲜的海鲜料。而且爱讲的就是讲南部人食糜，和北部人无同款，对不？南部人爱食饭汤啦，对啊，饭掺汤落煮。北部人爱食较黏，就是控较绵软安尼。而且我吃起来那整个蟹黄的那个精华就在这个一碗粥里面，鲜甜。好吃好吃，真的，如果你喜欢螃蟹的朋友，这一道料理你应该会喜欢。每桌可能会必点的，因为它非常有层次，吃起来的口感是有层次感的。就海鲜料蛮多的，对，拢无啥物饭拢料。对啊。有芹吗？不啊，芹嘛，我来讲。对，我们都是红鲟能。下节目之后，接着我黑。卡你的啊？我给你老了。谢谢。因为这个胆固醇比较过高的人不能吃，然后我胆固醇非常的低，所以我有本钱吃。就说你不能啊？我不能啊，我整锅都给你吃了。好。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水煮松板肉。这个看起来很辣，很符合我的口味。就是比较偏四川口味的。对，这是四川菜。把它演变而来的嘛，从水煮鱼因为一般水煮鱼、水煮牛，我们是想说，来这边客人都每个人可以吃，就是水煮松板肉。有没吃牛的就可以享用这道麻辣水煮松板。其实松板肉非常的好吃哎。对。那松板肉是哪一块？松板肉就是底下上好一点，猪颈肉。就是从脸颊这边到下巴这边对，取出来这一块。对，而且松板肉它还有就是说你是要
顺切还是要逆切，很重要。松板肉你如果顺切的话，就是比较有那个口感。如果逆切的话，就是吃起来比较软，比较没像那个顺切这样有口感。就是比较年长的小朋友都可以享用这道东西。这道我喜欢，这道我喜欢。这肉不会辣的好，辣的好。对，真的喜欢吃辣的朋友。对啊，下面还有鸭血可以吃。哦，还有鸭血啊，这么好啊？对啊，我们煮一些娃娃菜下去，添加那个甜味。因为这一道真的辣好，辣的好。鸭血就演变麻辣的。我第一次吃到的那个辣度是符合我要的，真的。好，那接下来哦，五柳鲜鱼片。我印象中的五柳就像柳絮这样子，它应该是切丝的，为什么你的是块状的？比较吃得到蔬菜的料。比较吃得到蔬菜的料，也比较对看得到东西啊。切丝的话就是煮了之后东西都流下去了。对，那你们的那个鱼是什么鱼啊？台湾鲷鱼。怎么讲？说用台湾鲷鱼。南部人就有名的嘛是沙白鱼。对呀。再来就台湾鲷鱼。对，这台南县那边也蛮多人在养殖的。对。选用自己在地的东西。可是这五柳鱼哦，它有3个重点，它就是要干、酸、辣。但是干哦，它是属于那种甘甜，但是又不能太甜。那酸吃起来呢，要有那种酸的非常有层次。辣呢，它需要那个胡椒的辣，不是辣椒的辣，对，所以它必须要这样子，对，所以很多人不会做，就把它做成那个糖醋鱼啊，糖醋就变酸酸甜甜而已。对，所以它这个不是五柳鱼，它这个也是府城非常经典的一道那个料理菜色，对不对？板凳去嘛是吃红烧而已，就是像安尼。他们就在店，就是别于说客人会吃到鱼翅骨头，就把它切成鱼肉下去做这一道料理。有加上醋，你们用什么醋？用那个糯米醋。糯米醋。对，糯米醋加糖。对，下去调那个白胡椒粉。对，那就是提味。真的，它这一道真的是五柳鱼。它不是真的像那种糖醋鱼，因为糖醋鱼吃起来有点甜，比较甜的。它这个不会，就酸味比较重，对，它就带点辣，对，酸酸甜甜。这道真的是很经典的料理。对，这道我其实，在乡下的板德一起做的话，我真的还有吃过。这道是考验那个主厨的功力，酸酸甜甜。对，好。那让我去饭底来个叫迄个汁，给吃那两碗饭。真的好吃，对，这一道真的可以当成那个很下饭配饭的一道料理。对，然后接下来这一道呢，赤螺肉，塔香赤螺肉。赤螺肉啊？赤螺肉，我们如果看到的东西是整颗像鲍鱼这样的整颗的，别一整颗就是不好咬。我们采用切片下去爆炒，那类似三杯口味这样，酱汁这样。所以这个是赤螺肉片，这是螺肉片，切片的，较有口感的咬劲。对耶，带点就是有那个口感，然后很有咬劲，对，吃起来好像鲍鱼。可以把它当成小鲍鱼吃。对，小鲍鱼吃，而且鲍鱼片有吃到9层塔的香气。9层塔如果没有加，就提不到香气了。对呀，就那美术减一味。就是咱吃咸酥鸡，减一味的自己高在塔靠味。对。所以你说9层塔重不重要？蛮重要的。对。虽然它的角色不是那么的重要，不是主角，配角一定要到。对，少了配角，这一部戏就不完整了。对，真的。对，好吃。再来，我们介绍下一道就是花枝虾排。花枝虾排啊？对。你的花枝虾好像很不一样。新鲜的活白虾加那个花枝酱。对呢，花枝打的酱，自己打的，还有虾，花枝虾跟肉。很有弹性呢。口感蛮好的。
对啊，我们别于说人家外面的都是用冷冻的炒虾仁，那个药水虾真的很有弹性。我们这个虾是新鲜的白虾仁，所以比较有那个口感跟甜味。对，这个好吃，好吃。因为我们都在面吃到那个，虾排或虾卷，通常都只有里面只有虾而已，可是没有花枝，这道真的好吃。我们添加一些花枝虾肉，就是对，添加它的口感。我第一次吃到这个虾卷里面、虾排里面有花枝的，所以它口感又特别的不一样。外酥内软，就是里面还有层次感，它有弹性，对，非常好吃。最主要是它非常的有弹性、有嚼劲。这个看起来像古早味的，无啦，八宝丸啊，有啊，古早味八宝丸。古早味八宝丸。咱来板凳嘛，是拢看第一道菜就是这道，其中一项冷盘。不一定有啊。有啊。阮较早去食板凳去，就是这盘必备，就是有这一盘。其咱两个生长的区域无共款用。啊，我真卡人啊，你住北部款。我都市人歹势。对啊。因为我讲，这八宝丸我知吼，中辈拢最介意食。中辈过年过节，大概也要转，要过年啊，拢一定看这个菜。讲到中辈吼，你真正和阮爸同辈。明白。阮爸过年的时阵，我过去哦，今年过年的时阵哦，伊个特别欢呼哦，讲伊要去买八宝丸。嘿，菜市啊，去你唔知八宝丸是啥物？哦。然后订完之后，他说没有事先订买不到哦，所以特别去订哦。八宝丸，阮这拢家做。因这家做啊有啥无共？你用啥物做？实在家做，就是讲火腿肉丁啊，尾小黑鳞啊，一寡鱼浆啊、梅子啊、马蹄啊，就增加那个脆度口感。对啊，加一些胡椒粉跟盐跟糖。我学会。啊，料超好，唔是安尼就青啊，再包猪网丝，猪网丝啊包中了梗，梗一条条，它的不同切不同状，就是下去炸，高温油炸，对。现在一定要用鱼浆啊，也是要那个鲜味的甜，猪肉啊，不你啊猪肉单纯猪肉味。添加那个鲜味、粘性啊！真正有迄个古早味。古早味。无怪有一件吼，我去庙宇吼参加人个庙会。平安宴。平安宴。嘿，一个主委讲吼，伊最爱食这种古早味的物件。我想想讲，这是啥物物件啊？哦。唔知这就是八宝丸咯。甲我讲这叫八宝丸。所以我才来讲，原来老一辈人拢爱食这种八宝丸。过年过节什么啊，节日几乎都会有这道菜，系啊。阮就是。真正有古早味啊，无怪了。头家本身就伫板凳啊，所以店的吼，伊嘛是讲教一寡板凳料理，互人家使食着较无共款的。咱无去食板凳，咱嘛伫店内我都食着这个物件。确实。对。因为我真正毋捌，这就去食着这个八宝丸，足特别的。伊无像人讲的吼，拢做侪迄个龟肉、牛啊，我拢尽量卖有油脂的，煮迄个后腿肉安尼，较无油。真正，这项我食着。才有口感啊。对，比阮爸订迄个搁较好食，因为迄个有龟肉，我不爱食。哎呀，咱这较细的拢无油。过来，这是米糕，对吧？麻油加米糕。麻油加米糕。麻油，我若讲到麻油，我就想到人咧做回来，还是个冬天的时阵吼，人爱食麻油，嘿，补身体。阮这麻油拢请人定做的，加米酒，加一寡姜。外口咱若伫厝，妈妈拢是规只鸡仔斩无，做骨仔来称骨仔。我们都选用新鲜的去骨鸡腿咯。这样子把骨仔剥开，热炒。哇！较有粘性啊！这看起来粘 Q 啊！煮米一定要有 Q 啊！这个动作，我就知影讲哦，就加了一些这一定是足 Q 的。鸡腿肉之外，还有加一些猴头菇。真的味道很浓很浓的那个麻油汤呢。
头家这麻油拢定做的。哇，好浓香哦！无透水呢，拢酒味，跟麻油味，麻油味较重啊。哦，我现在很少吃到这种米糕哎，比较少。好好吃哦！我们一般吃的都是一般的米糕，就是加一些香菇啊、麻糬啊。我非常喜欢吃这种糯米的东西，哦，真的好吃哦。黏 Q， 没烂啊。对，又黏又 Q， 糯米的东西哦，你如果让它变成软就不好吃了。对对对，所以它一定要有 Q 度，有粘性这样。对，好吃哎。而且那个麻油的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香。对，老板叫人家自己提炼的，就是买原料下去请人家做。大概也要做麻油，拢爱帮伊去找迄个高粱柑仔来啉，找迄100-200支来啉一盖安尼嘿，啊就是嘛为着要做这个料理，坚持做这个麻油芳的料理安尼。这个真的麻油米糕，麻油特别米糕。这个好吃，我非常喜欢吃糯米的东西，这个真的好。按内拢给你包了。真的哦，好，那摄影师导播就对不起啊。好，那接下来这个呢？这道是芋香鸭芳。哦，哎，那这道做法有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就是我在外面没看到呢。一般就是可能芋头而已。芋头下去打成泥，下去抓成块状下去炸。我们是多了一个烤鸭肉的，跟那个芋头融合。因为芋头本来就是甜味而已，对，想说加一些烤鸭肉切小丁下去拌，就是增加那个芋头的鸭芳的口感，就是咸中带甜，对，芋头的甜，我怎么会觉得咸就是那个烤鸭烤整只下去去骨，而且那个芋头的味道好香哦，该软 Q 啊，芋头味道真的很好。芋头我们就是自己又不是加香料的啊，就是整条新鲜来下去去皮，对，去皮完我们就是清蒸熟之后再打成泥，烤鸭下去融合，下去做这一道料理。有会选用哪边的芋头吗？然后南部就尬鲜呐，你看中部以上那边可能就要大尬，大尬蚵仔嘛有名，对，南部家就拢尬鲜这边。哇，芋头真的都很好吃哎，它整个完全都是芋头，里面没有说没有加什么一些太多粉类的啊，就是比较吃到原本的食材。对，很像在吃那个芋头饼一样，那个对，里面都是蚵仔饼，我们来这个包鸭吧，对啊，包鸭吧，烤鸭，都无赶快，无赶快，对，就是现在吃的东西就是咸的，对，就有鸭肉的味腿，对，好吃，这东西已经点内面的手螺菜，对，手螺菜，真的，它搞刚啊，就是想让客人吃到不一样的东西，对，比较不一样的，要费点功呢，大大的满足感，而且我觉得。我脑袋这边都在冒火花、冒烟花哦，真的感觉太幸福了。非常感谢邱建成主厨呢，为我们介绍这9道功夫菜啊，这9道这个料理啊，真的是非常的精致啊，这都是那个秋肉菜呀，非常的好吃啊。主厨，听说来你们店如果先卡电话有优惠话，够送物件是吧？有送精致手工小寿桃。哇，真正是袂歹的，所以要来家的话一定要先打电话。对，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主厨的介绍，非常谢谢你，谢谢主持人的介绍，谢谢。中破塞达人加上5星级饭店主厨，2人联手烹煮的9道料理，色香味俱全，秀色可餐，让我食指大动，吮指回味。这珍馐美馔，也只有您亲自品尝才能了解。为何我吃的这么津津有味，甚至还要打包呢？店内宽敞，座位数也多，以圆桌为主，不论是1-2人，甚至1-20人来这里聚餐都没问题。
用餐环境非常舒适。来这里采访才知道，有许多名人前来这里用餐，如台湾之光王建民及许多明星，也难怪老板敢自豪地说：“我的菜唔假人比。”今天总共吃了9道料理，而且每一道料理呢都是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吃。有肉、有鱼、有麻油味哥、阿毛蚵啊，哇，每一道菜都是非常的经典哦。不只是主厨帮我们介绍的非常的详细，更加重要的是讲话，咱这头家也是总铺师，做20-30档的总铺师哦，所以对这传统的物件，拢非常的了解，爱用的物件嘛，拢非常的天然哦。他非常的坚持，他要的东西，伊就是完全要用猪油，然后伊的胡椒就是要古早味的迄个胡椒哦，所以你吃起来迄个气味吼，和你伫市面上吃起来的物件是完全都无同款的哦。所以啊，今天我吃到了这9道菜的料理，我真的可以感受到那种古早味迄种气味。观众朋友，你也是真正是介意迄种古早味的朋友吼，我建议你来这个餐厅吃看卖，你就当吃到非常传统的迄个古早味，像迄个年岁较大的长辈啦，你若爱吃迄个古早味吼，想要回到你儿时的记忆吼，你来家吃。我相信绝对袂互你失望的。另外就是讲啊，咱这观众朋友啊，你也讲阿妈讲，你想要食海鲜的料理，这料理嘛非常的济种哦，海鲜的料理这些，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来享用他们的美食看看喽。感谢您收看《放眼大台南》节目，我是杨慧珍，再会。